高雄寿山有巡山队的志工，最近伫咧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，迄度一点马卡豆公仔夹一扎的分节要登去修理，而且伫附近真侪粪扫。这高压底内面这个公仔呢，死的平活搁较济。志工也烦恼讲，这当地生态敢是出问题啊？ 一只马卡豆西虾甲粉头毛条条，沿路行沿路海，看起来就亲像是伫咧食粉共款。有人感觉心涩，不过这个画面和巡山队志工是看落真心疼。志工讲，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是这款特有的马卡豆西虾大本营。以早来遮，规个沟仔底路里拢白甲密密。不过这阵仔看到的是死的比活的多。伊认为环境的改变已经对马卡豆西虾生态造成危机。为什么不放手了？有他的理由啦。是不是这边的食物减少了？ 它就吃垃圾了，烟蒂算垃圾的一种嘛。可能我们在环境的意识上面还有待加强，对，但至少要能够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吧。你制造什么样的一次性的垃圾，就尽量把它带走。 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是伫咧中山大学的校园内底，附近学生囡仔来来去去，嘛有真侪人会来遮爬山。不过人一济，粪扫的问题就对咧来。接受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研究马卡豆西虾教授讲，根据113年的调查，初步估计马卡豆西虾数量大约是37000只。若是生态地有环境污染的问题，确实是一个危机。水质确实会影响到它的存活率，因为它就是要比较干净的水质。 单单烟蒂可能还好了，那如果是垃圾，我想那个影响会更大。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污染物质在里面。教授强调，因为对马卡豆西虾调查研究才拄开始，目前也无一个科学性的数字来证明族群数量的变化。查刷巡山队是呼吁政府要设立告示牌，加强宣导生态保育的重要性。记者柯家如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